伫咧去年台北市喜来登饭店边啊，发生后壁公车去撞头前台公车，摔过来弄死过路人意外。检方调查了后，发现讲后壁这台公车的姓谢的查某司机呢，捌做过头壳内面出血程度手术。这款手术的病本就是讲，人会变做是反应无够紧，无适合赛车。北检今仔日也终结啊，依照过失致死罪起诉这姓谢的查某驾驶。去年11月，台北市喜来登饭店边仔的路口是发生严重车祸，一台大都会客运的公车伫咧等一对翁仔某经过斑马线的时阵，随后后壁另外一台带有巴士的公车撞到，造成大都会客运是对头前女一个细龄的过路人红捲入车底死亡，造成1死15伤。台北地检署今仔日终结起诉带有巴士姓谢的司机。本署检察官侦办谢姓被告驾驶营业大客车肇事案件。于今日侦查终结，检察官依刑法第276条过失致死罪依法提起公诉。检方调查发现，讲这肇事的姓谢的查某驾驶，2018年捌因为脑部的外伤、头骨骨折、眼脑膜血肿和正手的神经损伤，接受开脑清血症的手术。检察官认为，讲姓谢的查某人明明知影讲伊受过这伤，可会造成反应力无够、无适合赛车，但是发生迄当阵的天气和路况，拢无啥会因为安尼看袂清楚，却无去注意车前的情形，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。业者嘛相信讲，伊唔知影姓谢的驾驶捌接受过开脑的手术，嘛强调未来请新驾驶会特别去问，敢有重大疾病还是手术史。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只看他的劳工健康检查表，上面不会有显示。我们以后如果说真有新进驾驶员，我们会去了解一下他过去的病史，因为我们目前的任用一般来讲就是健康检查嘛，一个就是那个良民证上面有没有吸毒啊、酗酒的前科嘛。担任驾驶长之前是不是有一些重大的一些疾病？那可能没有办法在所谓的健康检查报告里面去做呈现。那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另外再研拟说，适不适合纳入驾驶长的一个聘用的一个要求的项目里头，这个我们还要再做讨论。台北市公运处讲，定期健康检查已经纳入公车评鉴的指标项目。另外，对驾驶个人的病史，因为涉及隐私，嘛是需要各项专家进一步来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